嗨各位，歡迎嚟到魚眼雷達。今日條線索真係熱辣辣，連我都忍唔住要即刻同你哋吹下水。我哋首先要交代下背景，就係今次呢單嘢發生喺10月11號，澳門威尼斯人舉辦嘅 NBA 球迷日壓軸表演。呢個活動本身就係個大製作，而最引人注目嘅就係姜濤壓軸表演，連海報都出埋。大家都知姜糖出名錫姜濤，一知道佢有 solo 嘅機會，即刻二話不說用1788蚊買貴飛支持。呢個係姜糖對佢一向嘅支持態度。點知臨門一腳變咗姜濤、Eden、Stanley 三人同台，究竟發生咩事呢？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偵測嘅最大動力，多謝。我哋偵測到成件事嘅爭議就係呢個資訊變動嘅時間差。最初嘅中文宣傳海報明明就只係寫住姜濤壓軸表演，好多粉絲一睇到個名就砰砰聲去買貴飛，但係後嚟出嘅活動名單或者英文海報就無端端變咗3個人嘅組合。呢種最初單人之後變組合嘅變動，令高價買飛嘅觀眾覺得被誤導。我係 Mirror 嘅姜濤。今年10月 NBA 中國賽2025將會喺澳門威尼斯人綜藝館開波。除咗有籃網同太陽隊兩場季前賽之外，仲會有 NBA 球迷日，有機會見到球隊傳奇球星同我哋同場互動。當日我亦會為大家帶來一個精彩嘅表演，約定你哋澳門見。開頭大家估係品牌想賺多啲，或者係姜濤自己想團穩，呢啲嘢真係好模棱兩可。但係我哋魚眼雷達收到一個勁爆偵測，呢個變動背後嘅原因可能超乎大家想象。偵測第一層，先講理性分析。我哋要先用客觀角度睇下呢個改變到底有幾多個可能性。第一個可能性都算高嘅，係品牌嘅商業考量與利益最大化。品牌想賺盡，3個人上台就可以滿足最大嘅曝光同埋贊助商嘅要求，去賺盡每一分錢。第二個可能性，行政或技術嘅臨時變動，可能因為場地、電視轉播時間或者係活動流程嘅限制，單人表演滿足唔到需求，所以需要加入其他藝人去配合整體嘅編排。第三個可能性，咪就係大家成日講嘅藝人團隊嘅團魂精神發酵咯。當然，如果係咁，一開始就應該講明，臨時變動仍然係公關上嘅一個失誤。偵測第二層，最爆嘅獨家線索。好，講完悶嘢，我哋直擊呢次風波最關鍵嘅幕後線索。網上面有確切消息指出，可能係有隊友粉 DM 主辦單位，質問點解自己嘅偶像冇得參與壓軸表演。你哋自己試諗下，一開始個宣傳咁集中，其他成員嘅粉絲睇到肯定會覺得唔公平。如果真係有粉絲 DM 咗去主辦商度投訴，國際大品牌最怕煩，一收到呢類關於公平性嘅投訴，最快最直接嘅解決方法係乜？咪就係一人變3人，大家都唔使嘈。呢個可能性絕對唔低。國際大品牌最怕公關災難，一收到呢類由粉絲發出嘅投訴，佢哋就好可能直接用加人嘅方式，1秒解決所有問題。但係咁樣一改，姜糖用1788蚊買落嘅 solo 期待，就瞬間變成巨大失望。偵測總結高價買失望，你睇下啲姜糖嘅留言，真係好慘。有人話我都買咗1788飛，本來好期待姜單人壓軸表演，你哋係為咗睇佢一個人先買飛，而家變咗3人，歌單同埋 airtime 肯定會打咗折扣。如果傳聞係真，呢個決策真係好諷刺。品牌方以為平息咗隊友粉嘅不滿，點知就製造咗一班專屬姜糖嘅更大失望。呢個就係娛樂圈最耐人尋味嘅地方。總結嚟講，
呢個風波嘅核心就係一班付出1788蚊高價嘅觀眾，佢哋嘅消費決定基礎被改變咗。你哋認為究竟邊一個原因最能夠解釋今次嘅風波？你又點睇呢件事？留言話我知你嘅諗法，記得訂閱我哋魚眼雷達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就撳個讚啦，下條片見，多謝支持。